前总统马英九再受到邀请，带学生去访问中国，这也是和马英九伫第3届访问中国。马英九伫在时有伫桃园机场发表谈话，讲即马全球正咧发生战争，两岸的关系是比做总统的时阵更加紧张，伊嘛会拍拼来减少两岸之间的误解。我希望能够建造两岸和平的桥梁，跨越政治险恶，传递两岸人民渴望交流的心声。这也是我身为前总统的责任，也是我为台湾乡亲、为两岸和平尽心尽力所能做的事。我常常讲，两岸青年交流越多，认识越深入，未来两岸的冲突一定会越少。国民党一直在强调，包括共产党，讲什么两岸越紧张，我们越要交流，搞了半天是越交流越紧张啊。马英九强调，互两岸的青年愈深入互相了解，未来冲突就愈减少。这是即个前总统的责任。因为暗头马英九是按算要参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德来见面，有民团嘛拍算要到场抗议，呼吁马英九就唔通来做卖国贼。